古早的人较迷信，人较古伊是大原因。厝边头尾真有亲，今仔日开始换戏文啊！方俊详细方国自君，故事主题听歌韵，歌词台词阁拢有分哦。这个戏名叫做《金玉明》，如金如玉的感情，男女主角真坚定，好事多活多发生啊！100万元月千金里，生做美丽阁那写诗，方言感才是着不明，该有观众抱不平啊，抱不平。小姐，你来看，这布袋哦，起遐足舒适的呢。阿弥陀佛，老员外，这位可是恋爱真牛呢。正是啊。这偌久无看到尔，即马已经生成来亭亭玉立，婀娜多姿啊。风中你过奖。唉，上天确实爱创治啦，想袂到我的独生女竟然呢。文伟啊，我听讲哦，你新乐馆去遐后殿哦，去甲足水的是？是啦是啦，无毋对啦。这回金陵寺后殿会当安尼如期完成哦。若无这个老百万老员外慷慨乐观，哪有可能成功呢？老方丈，这只不过是小可意思尔，拢是老方丈你费心，后殿才当如期完成啊，辛苦你了。哎呀，老员外客气，哪里，这是老衲分内之事啊。小姐，既然哦后殿起甲遐热水，我想讲哦，无好咱来去后殿，咱来参拜好无？爹，女儿想要后殿参拜。好。小姐，行。小三弟，带路。小姐，请。回老员外，必是最近来一位泉州洛兰居主。哦，洛兰居主。是啦，老衲暂时收伫这个总经楼抄写经文。伊的人品如何呢？不知方丈会当引荐？当然可以，老员外，请。托你心肠，音闻听，又花西园，蝶美声，无限春秋。无相闻，绿荫车小，太小行。老员外，请。拜见方丈。李公主，来，我甲你引荐一下。这位就是咱金陵市的大仙人，老百万老员外。学生你好名优呢？起讲。
李公主，即摆个山水图，甲遐个诗句，是李公主你提的是？请员外多多指教。你的滋味确实是上绝。员外过奖了，学生乃是初学作品，难登大雅之堂啊！老员外，请坐。请。请用茶。多谢。请问李公主何方人士？为何来到金陵社呢？这，真是一言难尽啊！学生愿接是苦工，做团就庄，叫酒人，有形着心早梦过，看庙经营早活动。家庙一心帮助生灵，自细多求金通照，希望可记良地中，公众要做真家乡。春去秋来金可记，惜别祖庙家门边，满怀希望你故里，万山万岭上行边。有形中道不土灰，志在悲唱相乞开，言道求乞真是亏，家在风中收留这爱归。李公主，你毋免烦恼，就囝赴过路费也毋是真大的数目，老夫愿意帮助你。这，李公主，今仔日你会当拄到这个大善人，老百万、老员外，这是你前世所修来福气，也毋赶紧向老员外说多谢。这，老员外，学生乃是异乡落魄之人，以员外素昧平生，真是员外性情，学生不敢领受啊。